各位醫療衛生界嘅朋友，咁咧因為嚟緊立法會選舉，咁啊我都邀請咗唔同嘅界別嘅一啲嘅好資深嘅前輩啦，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嘅經驗。咁啊，仲有醫生啦，咁之外咧，另外其實咧我哋都有化驗界同埋中醫嘅崔兆漢博士。咁啊，崔博啊，多梁醫生你好，謝多謝你好。咁咧就崔博，我想問下你啦。其實呢幾年啦，你覺得香港嘅醫療衛生界有啲咩嘅問題，或者有啲咩困難，而係希望嚟緊立法會係可以幫到手，可以解決到嘅咧？好啦，其實香港嘅醫療體系咧已經算唔錯嘅啦。不過咧就有一啲我自己係喺 private sector 咧，私人市場嗰度做，咁啊睇到一啲問題咧，可能就係我哋諗住希望趁住呢次嘅換屆選舉提出，咁能夠喺我哋界別嘅議員咧，可以幫到我哋一把嘅。咁最主要咧，我哋覺得即係公私營之間嗰個醫療嘅協作啊，大家嗰個合作嘅程度咧，似乎未達理想。政府有政府做，私營有私營做。雖然香港政府嗰個醫療福利啊、照顧啊係好全面、好好，但正正如是咧，令到喺私營企業入邊咧，醫療企業入邊咧，就面對嘅困難咧，似乎就越嚟越大。咁呢個就係希望我哋今次嘅換屆選舉選出嚟嘅議員咧，能夠喺呢方面能夠兩方面都平衡。政府可以咧用公家嘅資源照顧大眾市民嘅健康，而私營企業咧亦都係同政府咧，大家有一個合作嘅空間，令到佢哋咧可以咁講啦。一方面佢哋可以咧就係營運愛財取之有道，另一方面咧亦都同政府 hand in hand 咁樣咧嚟照顧市民嘅健康。咁呢個都係好重要，因為其實呢個都喺我政綱入邊咧，公私營協作嘅提升同埋增潤咧，係的而且確對香港嘅醫療衛生界嘅發展咧係好重要嘅。咁仲有冇啲咩補充啊？崔博嗱，我當係有兩頂帽啦，一個係我做化驗嘅，一個係做中醫嘅。咁一路以嚟咧，我哋嘅中醫界別都喺度希望能夠，因為醫療嘅科技一路發達，咁我哋作為中醫為病人咧做診斷啦、治療嘅時候咧，喺臨床上都遇到一定嘅困難。譬如話病人佢哋好多時候咧，啲病人有種嘅舊嘅觀念就話：我啲病要快啲好，睇咗西醫先，然之後睇西醫唔好啦，我哋又揾中醫去調理。咁其實呢個概念咧係未必係正確嘅。咁第二咧，喺中醫方面咧，因為中醫嘅科學化手段、客觀指標咧係比較落後嘅，咁的確令到市民咧喺呢方面可能咧出現一啲誤解啊。咁我哋好希望咧，就中醫西醫能夠真係又係好似頭先我提嗰個問題啦，政府同埋私營大家 hand in hand，目的都係為咗市民嘅健康啫。大家互補長短。咁我哋好希望呢度。咁當然啦，一講到西醫科技好發達啦，影像啊、化驗啊，咁都希望咧中醫界別嘅從業人員咧能夠有足夠嘅培訓之後咧，能夠通過呢一啲手段能夠為病人咧係做診斷同埋治療嘅。其實呢個都好好嘅，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嘅中醫咧超過1萬個，咁即係註冊加埋表列嘅中醫，所以其實嗰個對病人嘅服務嘅需求都係好大。咁如果能夠即係喺呢一方面個服務有提升嘅話咧，亦都正話崔博都講咗咧，互補長短啦，咁即係希望可以產生個協同效應咧，就真係希望嚟緊我哋香港嘅醫療衛生界咧嘅發展係更加好。咁喺度都多謝崔博即係多謝梁醫生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好欽佩你，因為咧喺啲艱難時勢，你咁忙嘅業務之下，都能夠挺身而出。好多謝你能夠咧支持，有咁嘅承擔。好，多謝多謝多謝，好，我哋請大家投票，投下梁醫生一票。好，多謝多謝。嚟緊嘅12月7號立法會嘅換屆選舉，我喺度呼籲各位市民盡我哋做公民嘅責任同埋義務，踴躍出嚟投票。